歡迎大家收睇2026年1月18號星期日沙田馬場草地 A 跑道一共11場賽事嘅賽馬貼士。今日嘅缺陣騎師係黃寶利，今日嘅停賽騎師係寶文、鍾易禮，今日嘅復出騎師係楊明倫。今日嘅頭4口馬鐵都係冇多寶獎金，第5口馬鐵嘅多寶獎金係50萬。頭場賽事交彎時間係下午12:30。第一場賽事5班草地20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2號贏到爆、3號齊歡醉樂、10號香港精神同埋13號咁得意。第二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蘭娃、2號團結戰靈、11號紅海風帆同埋7號我最好。第三場賽事係今日嘅第1口3寶嘅頭關，3班草地1000米直路獎牌運動員杯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會長之寶、3號三甲之星、1號狀元及第同埋6號魅力寶區。第4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精算激流、7號驕陽紅心、12號超開心同埋1號圖夢成真。今日嘅3T 將於第5、第6、第7場多寶獎金800萬，預期派彩1500萬。第5場賽事4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快樂神區、2號實力加、12號爆竹同埋14號同喜。今日嘅6環彩將於第6至第11場6寶獎係冇多寶獎金，預計派彩300萬。第6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男神、1號醒目先驅、5號活力拍檔同埋10號超智多寶。第7場賽事4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細水長流、5號黃金騎士、1號有形量同埋9號家樂寶區。第8場賽事3班草地12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4號志滿同行、7號飛馬座、2號健康快車同埋3號哈羅威。第9場賽事係今日嘅第2口3寶嘅頭關，3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自尊高超、2號川河耀區、5號千帆區同埋
13號哥倫布。第10場賽事3班草地14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2號天福、7號綠野飛馳、1號非凡豪傑同埋4號同心同樂。今日嘅每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黃昏5點50分。第11場賽事3班草地1600米，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標誌宇宙、3號嘉應奇兵、2號幸運派彩同埋7號火焰閃耀。